文化总会上人魂的影片，这届是去到台南的关山，访问做糖师张锡斌甲张月婷一对名囝，记录因传承古路手工来做乌糖的故事。这部纪录片今正式发表，咱嘛做伙来看卖。 手提一支接一支的茶落入去灶内底行，炉仔顶悬是烧滚滚的糖浆，就爱一直拉。这是台南的两代乌糖师傅张锡斌甲张月婷，遵照古法用手工来做乌糖。如今因的故事嘛，互文化总会记录落来。你要去当一个糖师，你要去了解不同土地做糖、须蜜、糖师。 第二代张月婷因为唔甘爸母做甲遮尔忝，25岁迄当转去到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斗做糖，对正甘食手工做糖到品牌经营，做糖对张月婷来讲，唔那是工艺，嘛是传承。它算是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。对，我们在这个工作中，互相的磨合，互相的体谅，然后互相学习成长。台南是出名的糖都，不过过去官方垄断做糖，所以手工师做乌糖，那反映着这段时代背景甲平民文化。甜蜜的滋味，嘛是老一辈共同的基地。我想这个在深山里面发展出来的手做糖，我以为是早就失传了，想不到台南这边还保存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总会这个非常高兴，也要把它当做我们的匠人魂的一部分来发扬、来推广。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这样一个农村过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。 伫咧深山内底关山里，唔有两代做糖的师傅，伫遮传统手工做的乌糖，嘛是一款在地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